想象下，如果你有23個人，你估下有幾大機會會有人同你同一日生日？大部分人都覺得機會好微，可能得幾個巴仙。但如果你咁諗，就大錯特錯啦。統計學入面有個叫生日悖論嘅嘢，佢話只要有23個人，就有超過一半嘅機會，即係50.7%會有2個人同月同日生日。係咪好神奇呢？點解會咁反直覺？我哋平時諗係自己同另一個人撞生日嘅機會，但生日悖論係計緊呢班人之中有冇任何2個人撞生日。想象下，第一個同第二個比較，第二個同第三個比較，一直咁落去，人數一多，比較嘅組合就以幾何級數咁增加。23個人就有253對唔同嘅組合可以撞生日，每一對都有細微機會撞期，但加埋咁多對，個機會率就高得驚人。呢個就係群體機率同個人機率嘅分別。我哋嘅直覺好多時都會被呢啲隱藏嘅數學原理呃到，所以下次見到咁多巧合，記得呢個生日悖論啦。